菇，我的人生的吻戏就在那边发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某年空沟给这边。你们很厉害，很强啊！哎呦呀，拜师是上山那种拜师吗？下海。下海去的。怎么会青菜公下海哦？哎，对耶，对。你的刀工很好呢。今天真的是要来挑战他们的吧？没有。我看你刚刚名片有给后台耶。哦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借我看。美瓜。美瓜刨皮。对呀。都在抛到安破。天哪！我们学美术的话，要背的是画笔；那学餐饮就是背刀子。你们这样可以上捷运吗？可能会被拦。妹妹福建马改，就是你们现在开的那个利用抖音聊。你要有糖还是无糖这样？好不舒服哦。我都坐后面。小朋友会不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学会了看破大人的手段？打翻是乱标的世界哦，第一步先打破了来。哦，两冲天爸爸一点哎。把够走来，火麒麟啊。哦，是啊。你是不是在偷捏你妹妹？没有。哎，小朋友最爱吃皮了。熊皮的，我们的雪皮啊。你们6头锤哦，最终考你们那个刀工呢？你们是把它当丙级证照在参赛吗？对，我有考。又考过，又考到。对啊，我有考啊。当里长不容易了哈。来。哦，丢鱼来了。哦，这是师傅料理耶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《一家之主》，感謝民族。哎，鍾伯強。國謙啊。哎。今日來到呀。突然。我印象非常深。哎，鍾伯強不安用。松板都要倒閉嘅叫到嘅木子人家嘛。要長一點回去吃飯啦。好嘞。餐記得咯。哎，基本嘅來到嘅來賓，可能未會半夜凍腳哦。哦，真嘅，咁有信心冇啊？你的主場呢？對呢度有信心啦，不過對眼自己冇信心啊。你對了，終於對自己有認識咧。好啦，不過今日嘅師傅凍厲害，對呢度未凍有信心哦。冇錯，3號人嘅女朋友都叫你評審欣賞，提前女朋友都嘅係盧俊斌阿俊斌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邊個你好？大家都看一下，咱推介係林俊傑林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阿傑師傅你好。好，2位按針對位師傅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動腔嘅潛水仔哦。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風吹來自平鎮嘅表姊妹嘅，放到水梅子、老玉蘭子，歡迎。哇，大家好。哇，安有俊仙哦，該還跳舞安用。跳舞。當嘅音效吼。你看一下，咱最今日放養到嘅來賓吼，來自榮美區嘅鄉梅黨，黐俊賢啦，黐訓年，總上歡迎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哇，今日來自以後，佢兩組都係來自桃園冇姜所菜嘅，想看下風吹嘅兩位姐姐哦，請教一下，也就來自平鎮嘛，嗬？哎，平鎮。平鎮有乜嘅好高好食好料，俾大家嚟小記下。哦，有哦，喺度嗬，平鎮區嗬，宜興里有凍到川燙，哎，凍好食的嗬。太厲害了，因為佢係李總。啊，那個啊了解哦，李總好。古時候呢，滿記就錯嘅，一道邊有乜好食，來請到水梅李總就青堆嘅嗬，青島正統嘅客家料理，好嘛？嘿，好，按住先。哦，韓國語係哦，哎，其實榮美味有凍到好食嘅東西哦，楊梅啊，好食好料嘅素材有冇？乳菇山。乳菇。那個是吃的還是好玩的地方？哦，跟乳菇山該片有買的東西啊？春鴨筋。還有乜嘅？丁咖啡。哇！那個島邊有一個大愛心，那個叫手菜，我都給島邊拋夠天樣哎。哪家？我的人生的吻戲就在那邊發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只是某年空過給這邊。我所以唐戲來改片哦。該風景凍河哦，凍時下哈，譬如說肉灰，也適合去拍電影、接吻。對。好啦，所以呢度突然凍到，譬如講有好食嘅，每日凍好搞嘅素材吼，不然大家吼不用當嘅口袋名單啊，聽出愛去哦。冇錯，接下來呢，馬上就來進行踢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。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，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
一家之主，跳下來打鬥士咯。三號來兩關呢，你看一下，兩組都拿出不卡嘅壓箱寶出來誒。現在問一下風吹哦，風吹，兩位姐姐輸紅哪一點係？鳳橋，鳳橋自家做嘅嗎？自家做嘅。哦，自家做嘅就厲害嘅啦，米頭一聽懂針的。但這樣米頭就會粉嘅安呢。我請教一下，今日哪一個不卡做嘅鳳橋嚟做乜料理咧？滿堂彩。哇！啊，當中因為我嚟做飯的節目，做得贏得滿堂彩安呢。嘿，好，咁今日主要吃料理有信心冇？有。哇！李總。呢個係秘密武器，風風計嘛嗬。咱厝今日帶來咪係風風嘅，咁但係風風和辣辣嘅，梗係麻改東西。秘製麻辣底料。麻辣底料。麻辣底料。哦。嗰啲會獨有麻改啊？有辣椒、花椒，然後還有一些中藥材。自家做嘅，自家炒嘅。阿曉上愛唔愛做哦？厲害本身係做廚房嘅。哦，做師傅啦，今日我來挑戰雞龍沙啦，是這個意思。敢啊！我那裡秘密武器，按厲害，按風按辣嘅底料做嘅菜名按到。蜀地火麒麟。蜀地火麒麟。那是一個功夫嗎？係啊。蜀地就是四川。哦。配哦。哦，做哦。哦。就是那種。噴火誒。嘿，麻辣的魚片吶。啊。係咪安用？哦，副廠 K 台哦，今半夜嘅比賽要信心冇？要。我台上帶我啊！今半夜嘅比賽要信心冇？要。哦，果然。加油加油好！阿楊威發兩次都已經準備好曬啊！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兩組冇簡單呢。係啊。可以有一種媽媽老細爺嘅對戰哦。哦。你馬上會爭哦。係啊係啊，而且呢，你看哦，一個較酸較鹹色嘅，因為客家人冇啥人辣。你一個講法呢種嘅。傳統嘅，你講夾幾多喺度夾離行嘅話，阿娘就排泄。係啊。好啦，現在都可以啊，冇啦，喺冇強氣嘛嗬。冇強氣。哇，李總有乜人做誒？哇！哦，我表弟。哦，你看一下師傅。哇，你係玫瑰花咧。玫瑰花。哇！你係牛腩姐做嘅係哦。係哦。有冇很厲害、很強啊？係啊。係要學過係嗎？有啊，拜師。哇，有拜師紅衣哦。係啊。是上山那種拜師嗎？下海。哦，下海去的。怎麼會青菜公下海哦？哎，對耶。我懂夢想。哦，李總你有下海哦。哈。你下海我嚇一跳啦。你這個滷的嘛？你煎的啊？煎起來做嘛？係你煮了吼，先殺熟咧，殺熟咧吼。哦。然後不要冷係日後，吼，然後用風曲，你風曲啊，吼。係啦，拎落去，拎落去吼，自己煎咧2-3日，也是3日咧，3日最好吃了。係啊。係啦，我當上哦，要就味吼，以後冇水哦哈。安尼基本上吼，要拿出來冷一下切好吼，然後煎一下。然後擺盤，安樣好，很香。咁你先做一下，等下倒進來，繼續來看哈。好。哇，呀個係釣魚。台灣釣啊哈。那這個是該下係馬上切改。愛切的。你的刀工很好呢。今天真的是要來挑戰他們的吧？沒有。可是我看你剛剛名片有給後台耶。我們好像有收到菜單。問一下吼，因為台灣嘅尤其係客人啦，好少學到嘛個四川料理啦。你們的做法有嘛個結合以來嘛，就是跟客式，還是誕生就會走四川的口感？有改良過，沒有這麼辣。冇按辣。刀工好厲害。為什麼要這樣掐都會切的？比較容易，比較快熟。哦。不會說煮太久。因為係香呢個鑊個調色咧，係跳燒嘅兩鑊來做。一骨頭拿來煎半佢又香味。哦，我想要看一下它的那秘密武器。好，來，這個是鍋底料。鍋底料係用牛油落去，用牛油出來嘅，很香誒。牛油啦，好錯誒，咁厲害。哎呀，等下冇識講安尼呢。佢主要你啊要先別個，等下係煮個醬嘅時，佢要像做高湯嘅意思，樣嘅。好。
哦，开始录音，哦，片开始在录了。感觉出料理要当好食嘞。好，等下够多层了。哇！这个我喜欢，大家可以夹2对给我吗？3对是真的不要再打包走，这个我很喜欢。走对。那当真掉哎，咱咱们加一下子走对。比咸蛋，比糯米，比糯米，比糯米。咱也记得了要炒呀，会炒。啊，李总平常按辛苦还有豆腐开有煮饭吗？有哦，金蛋肠豆腐卡煮哦，和煮本配沙雪的哦。关怀祭典，我们每一天就差不多80个长辈，每天。记得我们蛋肠还照顾婷婷哦，他还去考军照嘞。哦，有考到哈，当左右考嘞，很用心哦。你看先炒熟了哈，一下装饰了。哔咯，一下就做对事咯。做对事了哦。哎呦，你非常注意卫生呢，应该看你戴手套。为啦，注意一天，用我戴帽哦，你都讲唔是戴，我就冇戴。谈讲嘅帽，我係自家做嘅。我自家做嘅。還有戴古松平常煮飯，應該沒有戴帽誒，人怕跳那帽會落下了。做的自己那種，客家花布，好用心哦。你炒一下就好嘞。啊，古松等下整好呀，不用到順好又好食。係啊。剛用啊，你差唔多咯，因為真正的功夫就是它秘密武器。係啦，秘密武器啊，哈，好，加油，好。哎呦，你一痛嘛嘅？抽牙脆。啊，妹妹基本應用為了你阿哥強下來比賽啊。你笑的意思是你不願意咯 ？baby， 還是有簽什麼切結書嗎？你們家庭是有霸凌的現象嗎？要幫你打電話嗎？不是。妹妹負責嘛嘅，就是你們現在開的那個利用手飲料。你要有糖還是無糖這樣？好不舒服哦。我都坐後面。小朋友會不會在我們節目當中就學會了看破大人的手段？打牌是亂表嘅需要，第一步先打過來。我倆衝跳我爸爸一點哎。啊，妹妹基本應用為了你阿哥強下來比賽啊。到阿哥的感情動好啦，該下到法中嘅世界是看出來的。哇，我為了都斬掉哎！來，該下除了底料之外，還有別買的東西嗎？蠔油一點點醬色。啊，至於比例就不能講了，對不對？那個黑煲嘅加還蠻該煲嘅呀。這個是陽極鍋。陽極鍋是那個算像砂鍋一樣。呀，給最天用完煲嘅嗎？這個深度跟大小它差不多，剛好這樣。不是因為它的溫度用來保溫呀用的嗎？它可以拿來煮。哦，直接在火上煮的。可以加熱這樣。可是哪個鍋子不能加熱？哎呀，有些玻璃就不行了。哦。那你可以加熱完之後用手拿嗎？那沒辦法，那個師傅沒有教我。他可以哦，我們要不要看看？嗰種按鈕就好食啊。還忙。你要是就骨頭挺，你要片芒落去哦。嘿。為什麼要分2道煮啊？骨頭是熬湯。哦。哇，這個湯頭一定很棒。哎呀。哇。哎，那問一下哈，瓊你啊，你說蜀地火麒麟啊，聽說愛用嘅係台灣釣係冇，換做其他的折一半，沒做的。那為什麼叫做火麒麟呢？又辣，然後紅紅的啊，這樣。哦，這個好厲害哦。所以就取這個名字。哎呦，你好會落去影片哦。哇，這哇，打丟咯。應該一下就好了哦。啊，你有打算要開麻辣火鍋店嗎？有想過。對啊。該身體有該別樣的東西，唔是蝦嘢。你係平東北林油嘅，哦，古順等下我小油係冇？嘿，當一點讀哦，嘿，妹妹負責嘛個，就是你們現在開的那個利用水手飲料。哇，那就是門面啊，在那邊。你要有糖還是無糖？這樣。好不舒服哦。我都坐後面。心寧哥哥平常細細家有當照顧嗎？OK， 我們知道答案了。啊，哥哥煮的菜好食嗎？都好吃。其實你看到安陽嘅煮法哦，應該覺得動性淺，因為你自己也是哥哥這樣子。對，但是我哥哥是真的不會煮。又長頭哦。哇，佢動翻溜誒，佢唔啊！妹妹，你會變嗎？
哦，你爱上几段章？好，那我们先过去，等下要差不多诶，哈。好。哇，要好些嘛，要关火的啊，做的批响一下嘛。走的。好，来，加皮就好。噔。这个主笔啊，我发功耶。继续快嘛，再等下当时，因为这太厉害。第二两得几个？我要3得，真的哦。分菜的时候要懂3得，干用差不多诶。你个麻袋啊，不用奶，懂哦？不用懂哦。好结交哦，差不多诶。炒，要皮多香吗？有哦，很香哦。哎呀，捞是好嘞。哎呦好诶，是做的嘞。那我们昨天做出加阿婆嘅梅丝咯，让它思香，好不好？客家人唱安，老一辈人哈，全懂懂会做案的。好，刚才时间差不多了，倒数哦，好，加油！烟草马上倒数，7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那体育馆地图内部开米西卡3得嘞。两组料理啊，都正经系功夫菜。先对风吹两个姐姐做的料理开始，试试看呐哈。也个系用走马。学得出来哦，佢系要整个2-3年啦。现场喺度吹过以后，它好入味，好好吃哦。cái chiều mùi mới冻创冻煮好。没有酒一卤锅，很用呢，又变得很开有弹性呢。全部你米过呀做嘛，做的十分好吃，很赞的哦。水墨姐，你吃肉牛？当好吃。满意吗？很香好吃，很香好吃哎，当好吃。咱最近个来宾下后生啊，你哋挑白就食过用做妈做嘅料理吗？有试过。老李阿伯比较起来咧，冻好吃，冻好吃。有一点像农博卖。我觉得真的有做出满堂菜哦。你看大家按到都按用嘅。好，你下来食看吼，你按到买个火麒麟。蜀地火麒麟。蜀地火麒麟，也叫来食。香哦。我呀，係很嫩哦。摸開一個四川料理餐廳挺可惜的，好吃哦。湯頭咩當真的，而且嘟嘟好嘅辣，最主要係有嗰種花椒然後就辣椒嘅香味到底度，當真的。李總，怎麼樣誒？好吃。後生嘅當食啦，老人家強辣啲啦。老人家較怕較淡啲嘅係嘛？哦。後生嘅當食呢東西哦。當拉米哈。當對。哎呦，學到出汗呢！俺老記到講下哦，該辣圖係要層次嘅，是有層次的。訓練起到咧，阿哥做嘅在火麒麟啊。當好吃啊！你是不是在偷捏你妹妹？我等一下就要看下師傅用辦法決定咯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誒，先來搶你阿炳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你下看下，可能下後生嘅阿柱師傅冇強用嘅想法咯，看下。哎呦，搶手！阿炳師傅搶公平。做賣問哦，佢最主要係要鹽味啊，佢嘅秘密武器配到佢嘅主食材要鹽味。電到講兩片，可能你係時間唔拿係講佢啲味道會撈肉魚肉會變佢好嫩，因為佢係用糖用煮嘅方式，有味道好冇咁容易落去。可能你當時嗌呢度啊，水煮魚呢部分做得用泡嘅，冇時從應該睇到嘅啫，做得先係漸漸啊，叫漸變擦擦嘅時，其實會做佢嘅醬料，係還有佢話嗌要聞到嘅佢蒜頭啊、薑嘛，用摸下而先別香。所以稍微再個香味，建議做得一半，後背沖個油，一半漸嘅時是下別香，所以佢湯頭底部有蒜頭有薑嘛香味有呢啦。其實兩片真做得不錯。都好嘅建議啊！阿柱師傅你有冇強用嘅想法冇？兩片嘅料理都當好是清南片那樣。我要本南推兩片呢，是喺先背面就食到麻，還有個辣，還有個有個滑溜個口感。最背面呢黃豆芽有個脆口嘅味道。有一點會
建议该做个老个香菜啦，香菜迄四川料理较就该香味出来，较大众嘅地方迄样用。不过两对两个料理都当好食样用。哦，他做的加香菜哦，我还以为有加阿翁嘞。阿翁做对吗？鸭血啊，没做对，也可以啦，我自己加哈。好，总共呢，因为体馆哦，就要拿出物卡嘅本地，看起来呢，两组都真劲喺当站到哦。接下来呢，我看一下阿斌师傅今日带来乜嘅好料嘅，我来留睇自家分享哦。料理1+1。哇，今日啊，这名师傅呢，准备看暗澎湃哦，菜苗係乜嘅咧？因为应该来做两行菜，一行系酱烧肉乱饼煎，哇！第二行又甲你的泡菜肉片汤，哇！这必爆就冲的啦！好啊，其实吼，他因不怕三青肉啊，葱头葱油，咱会剁剁冻剁，当然现场切切的问头油膏啊，问几种，是会烂，所以讲你会做到变化，然后呢，系啊，好，可以看这菜，有泡菜汤的。係咧，有生煎水泡菜，好姜麻，好咧枸杞，還有三青肉配掉咧菇類部分嚇，然後呢，呢一片嘅部分呢，冇講到呢，哦，呢一片係做咧亂餅嘅，亂餅你看，我有三青肉亂餅批到呢度，就有蔥頭，好蔥頭還有配色嘅風嘅天，黃色嘅天椒，好葱啊！豆腐魚，等下嗰啲醬燒是用咧豆腐魚嘅醬。你兩行菜咪結合起來，你做唔得大餸東西，所以你切下落嚟蔥頭咧對啊，好豆妹啊那個東西是做咧現在熬高湯。哦，這個不用丟掉的。誒，唔是大餸嘅，很多人嚟撩起來。所以該用嗎？撈蔥頭聽聽。要要用兩批泡菜下去，先不去要梅頭。哦。其實就個切細嘅薑嘛，你也不記得燙嘅梅頭好扭掉，先來煮湯。比較暖呀，它已經要入冬了哈。香有兩種冇香來，紅喜菇到美白菇。可是套句你們的話，不是先炒這樣有香味。那你見面時本來要甜梅就好咧。哦。下一次如果評審這樣講，說沒有，我這不甜味就好誒。你要法術會學起來。因為最就做咩搶到嗰啲主角泡菜，泡菜，你係真水哦，係真水。時間關係，所以我今日會切好細條，哦，切好油條，冇一般會切好太皮樣嘅。加下肉片切好咧啦，吼。撈出了算表下一樣是做得咧，然後一片嗰啲是咧準備等下先來煎咧亂餅，因為嗰啲咧做咧好新式嘅方式，做咧亂餅嘅搭配，所以會講有人講聲音啊，那都。好，你來煮皮。哎，小朋友最愛吃皮皮了。哎呀，熊皮咧，懂得食皮啊。熊皮會打屁股啊。那今天做的就是我現炒狗，係嗎？我先炒狗，等一下咧肉會醬燒肉，然後炒。哇！長爆到咧亂餅啲味道。哦。來看一下，我們盛智師傅對煎蛋餅有冇該特別的素材嗎？訣竅。油要熱。按用該潤啊，這樣唔會粘鍋按用。哦，咁兩個潤無先大山。大山就不記就該潤崩，還就該潤胖。你這蛋餅算非常高級的，當時我買早餐有加2粒。係啊，因為加10 K 誒。那是蛋餅夾蛋的。對啊。卵比皮下太。嗯。哎呦，我扁哦。變面咯。哇！哦，所以煎一下就好咧。哇，煎到安這樣哈，所以解下阿朱師傅就教大家哈，煎亂餅嘅時節油溫清楚愛過。香雞嘅亂就會擦擦就會香。好嘞。哦，最喜歡看到豬油在飆的聲音。係啊。香煙、蔥頭。我強下落去哦。強下落去啊！冇飆到哦。用師傅嘅標準來看。啊，曲色嘅蔥頭係真會配色啦，係。你有沒有想到點出料理咧？係煮本日生嘢是剛剛想到的嗎？嘿，爆到啲味道啊，佢食落去，是為到咧菜上食落去。可是我一直都會想哦，哎，你節目啊是合家觀賞，小朋友會不會在我們節目當中就學會了，看破大人的手段？打敗是亂餅嘅時節，第一步先打過來。先看看，都有一個什麼披薩啊？先打過來。哦，你要蔥頭爸爸點啊！哇，這個是什麼？借我看。蜜瓜。蜜瓜刨皮。係啊。做得拋到眼泡。天哪！
你们那个里在显力种的虚阶，其实是才艺大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传统个蚕豆，等下用滴滴挑梅哈。因为等下两头菜哈，就是共同点就会该3千用嘛哈。嘿，3千用。那除了两种的做法，汉族在做嘛个其他的变化？已经个蛋浆膜爆落去，是个炒面做的啦。嘿，就挑梅滴滴米酒。通到米酒啦，米酒。哦，这个一定很棒。那这个我觉得蛋饼有点多余。哎呀，要不要加饭就好？主要这个唯一目的就是爱连成啊。刚有看到要留一些糖哦。包落去过后，弄不要再剪改一半哦。不是啊，因为讲不怕有烤箱，因为上的是好切到没有。对啊，有点像是牛肉卷啊那样子。我挑夫爷的用法真给弄到。所以一般挑夫爷他们蛋枪蹦外，像是我之前有讲过玉子烧底肚没做的肉呀，肉一剪也会很好吃。哦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在自助餐店，这个一下都被夹光了。要冻茶盘啊哈。哦，所以你要痛是插机哦，讲你紧煮就好咧。伊个紧煮紧香。好。看看有可以嗨。哦。很香哦。加料不加价。那有一件要卖多少钱？你看一件啊，最少会差不多70-80块哦。哇，超这也很划算呢。牛按多。对啊，牛按多。太贵了。对啊，牛按多连70-80块的。其实一三应该就是做得吃得饱嘞。吃超饱吗？又炒又肉，还有甜粉应该乱。哇哦，真的好棒。很营养呢哈。好有料哦。哇。哎呦。哦，动起来看起来很切面。真的，张伯谦他就吃这最尾巴就。你还最好些嘞，因为他都在爆出来。哇！哇，步步高升哎，满堂彩。然后等下，一地的用慢处理啦哈。本来杜许的口。你讲咱们要顺风最多轮哦。好，还有汤，泡菜肉片汤。汤哦，你来装起来。哇！这个灵魂是什么？泡菜还有拉面。泡菜一定要拉面啊呢。哇！哦，等下你讲要催眠应该当场啊哈。当场我觉得配起来是像好新式的早午餐啊。有哦。真的，新式早午餐。客家妹的咧早午餐。哇！用烧肉乱饼干，配泡菜肉片汤。安娘就好食咯。吃料理真给沾到，真是满汉全席了。好，全府都有。莫按牛好冇，因为呀乱饼地都加个挑夫一样，你先对下快试试好冇？哦，先学乱饼哦。试看。好吃，好好吃哦。那个早餐店英國開飯用嘅 Q 米誒，那個三層牛肉都地都很沾到哦。非常的滿足。好滿足，很扎實。它地背肚哦，呢啲係軟哦，煎到凍香。它這個食得到哦，跟地背肚嘅豆腐衣啊，啊3層肉嘅香梅，好好吃。好吃都講唔出來哈。好吃，歡迎朋友。好好吃哦，又有營養。又有營養。蛋越酥。真嘅。我們來試試看這個紅肉片湯。一湯頭很沾到。一般來講啊，較少食到也泡菜湯啲都會落薑麻嘅。身體規則少咗起來，嗰個也香菇又加有甜啊呢。因為你要喺度節目單位哦，現沖嚟煮出來嘅，時間很短，可是那個湯好濃厚哦。嗰個有甜鹽呢，甜白色都很好食，凍一梅。南北還有煮本裝披薩加再加香菇落去，有較營養。菌菇類當有營養，對，增強免疫力。凍上會食，還能食。好喜歡食。係啊，凍上還能食。哎呀，兩次都總沾到，又夾，你看，因為兩位係姐姐的米湯沒有夾到，唔會講挑形式，又夾到中意啊，適合我，適合眼。哦，你問一下我尊嚴阿哥，因為基本上。
还4伏嘛，蔬菜的酸味也有出来，还蛮好喝的。卢师傅做的比较酸，比较有味道，然后餐厅呢就是煮比较久啊，然后可能就味道会跑掉这样。哦，都按当个时间做咧做出按用个商土而动力海哈，动力海，给称时看动作。有一些旋流的嗰種米湯啊，講出來就係嗰種正經嘅阿婆健康嘅米湯，人家鋪出嚟耐買啊。應該自家空洞球誒，你自家做誒，好厲害哦！阿舉師傅吃最快呢。對啊，等我先大概攆餅，底度就該貼腹肌嘛，因為它是本身是有發酵過，但青蔥該cheese該。梅頭啦，董好是該湯啊，清爽，然後就順梅哦，董好先嗌就洗槍咧。正經係滿漢大餐，還針對要釋出客家精神，要講係泰人設置都好嘅料理，不嘗試跟大家分享。不過呢，接下來我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咯。把邊料理網。兩喙愛喺寒天嘅時間底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夜館唔但將係比面試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喙真係正經嘅把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我哋頭前啊農場團佢底度嘅標嘛嘅。品質最有名咧，打開來本台家看。係哦，嘅臘肉。臘肉誒，因為品質哦，嘅布豬肉有名啦。哦，啊唔過講正經呢，客家人較少人用做臘肉。較多嘅話咧，最多做乜嘅呢？鹹豬肉較多。係啊，不過做呢種臘肉做乜嘅變化，先來考一下師傅，你最會做變化了。蛋餅卷，我日嘅。它煮湯，它有跟蛋是超酸的啊。哦，跟住就炒一點辣辣這樣哎，總得先問你，因為你把我的講掉了。那是問你。關鍵阿舉師傅你就蠻想法。有種個臘肉做過上海菜飯。老嘅青江菜啊，還有炒飯，我好愛吃上海菜飯。啊，對我來講咧，上多是打鐵法不經流沙。某時等下咪做咧看一下兩組吼，糖光啲帶來哦，那個臘肉吼有到重新嘅變化哦。真見哦，好，看起來臘肉應該唔會難變化啦，因為佢本身就當有米啊，唔過我又有創意，就要看兩組嘅表現嘅哦。馬上就會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只想看到一個臘肉做乜嘅變化呢？風吹到南水嗰邊都有備而來哦。來睇看啊，風吹帶來嘅料理都乜嘅名誒？什錦臘肉壽司。哦，咁有厲害哦！好，來看一下南水基本要愛用臘肉做乜嘅料理咧？菜名按到。辣味珍珠卷，珍珠係咩？係到底正經嘅珍珠咧？是夾不卡買嘅珍珠奶茶嘅珍珠嗎？有可能啊！我先問一下，記得南水最尾一關咯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加油咯！清楚有啦，哈。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來！哎，兩組糖起來都當有創意嘅。哎呀，該片係用堅起來的啊。對，不知道你們。該片沒堅起哦，個也壽司啊。用辦而拼分呢。對，不然我們輸了。好，這邊來。我又發現一個手工藝高超的東西了。哇，那個是什麼？借我看，那是海苔嗎？歷瓜，該拋皮啊，歷瓜拋皮，係啊，都在拋到安破。入果，天哪，拋出來入果啊！哎，這點嘅歷瓜太厲害了，來點掌聲吧！這太厲害了，比幫個盤呢都還較厲害嘅了。先問一下師傅，兩人做得出來嗎？要發動都實現了。對啊。給意思係說他也可以。我會實現。因為用醬色嚟嘅香好難做，這幫個你係用咧拍菜條好容易，泡是當容易。伊啲香係用咧睇你掛嘅。看得拋嘅嗆嘅，還好摸容易。哎呀，哎摸團體呢，很用心。這怎麼那麼厲害？好用心。還有那個是哥哥雞係嗎？小黃瓜粉嚟做飯就可以用乜嘢做呀？舞龍舞獅。係，將啱插落去啊，切飯哦。啱用做。很厲害。哎，妹啊姐，我問一下哈，你們那個李在顯力種嘅虛節其實是才藝大會，對不對？對啊。我哋比吹青。很厲害哦，真的
太厉害了，很用心哦，师傅。看呐，还有等下给有半条，半条，但没有标底度。啊，拍色个酱系嘛个？等美乃滋啊，这感觉非常好吃啊！冻落去吼，会下用梅头好好吃啦。你不能那个器材冻够哦。嫩姜，这个做的，好厉害，看得出来哦，这会祖母一罐哦，他们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哦。一定要赢呐！哎呀，哦，一定要赢，好，等下都上来哦。好。我跟你们讲，红队很厉害哦。我们真的很厉害。有紧张吗？有。那我跟你讲，紧张的时候就要拿出你们的武器。手摇饮。听说唐公给你的尊严阿狗哦，他拿出来的武器会吓死人哦。真的吗？是那一把枪吗？对，看你的刀是几个带落黑毛。但是好像木蛋强还是失去一记啊。动斗技哦。小小炫耀一下好不好？江湖在走，什么刀子要有啦。哦，给各位，这是你是本科系的吗？应该可能是党部很想买个永平工商。所以说哈，跟我们学美术的话，要背的是画笔、水彩。那学餐饮就是背刀子。你们这样可以上捷运吗？可能会被拦。对。俩技还做嘛个？雕刻用。雕刻啊，俩下台技诶。日本料理在用。哦。我可以感觉到给曾颖黑。董相会做一个后厨师，他有一种厨师的热情的火焰，看得出来有个年轻啊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两个都没带这么多。对，而且妹妹就很认真在烫那个小黄瓜的部分。应该第一罐烫的是头芽菜，啊，另外一罐烫的是生的瓜。其实我看那个妹妹阿用，她跟哥哥一样，都是餐饮科科班出来的。你也是餐饮科，怎么看不出来？可以吧？我没有介绍错吧？没有。你真的是餐饮科的。对，但是我是学蛋糕的。哦，又混啦哦，糕点师傅。可以还给俊彦哈，你讲以前咧，汉泡哦，会挑工诶，刀工真的很厉害，带起来都会有检查。为什么要切到安泡啊？因为我等一下要炙烧，要卷起来。炙烧哦，要等一下也要像麒麟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俩头头按到嘛该？辣味珍珠卷。对啊，珍珠豆带黑马该啊。珍珠黑。真的是那种用黑糖煮的黑吗？咩，珍珠黑应该都有饭，拍饭。一定是两用珍珠用。所以它其实是饭卷，对不对？对。哇。你真的换个名字，就价钱不一样了。再垫一个盘子更贵。你懂他哦，你懂他。你就人家头出来有非常考验的那个刀工呢。你们是把它当丙级证照在参赛吗？对，我有考。又考过，又考到。对啊，我有考啊。当里长不容易了哈。哦，有鱼来了，有鱼来了。哦，这是师傅料理耶。那你们的地北读的食材有哪一道？小黄瓜、玉米笋，然后红萝卜，然后再挤一点点沙拉，然后有自己做的照烧酱。自己做的，好，先不你走一下好吗？加紧速度哦，你们太慢了哦，吼。哦，你看俺呀，整整的浪油啊，好漂亮哦。什么搞冻晕呢？哎呀，很真的喂。全部都会去敢弄的哦。你六人家头出来有非常考验的那个刀工呢。对啊。你们是把它当丙级证照在参赛吗？对，我有考。又考过，又考到。对啊，我有考啊。当里长不容易了哦。我都按 U 哦。口感会比较好，油的哈，一下面做得强下个捞去啊。哦。对啊。板条。我先烫过么？也係等下去在那里爆。注意时间啊哈，时间袂多咯。好。千府的冲挑，然后板挑的差不多冲突哈。他做的那种精细程度，真眼全部都必须耶。除了用切盖，做那种抛皮的缝隙，然后用抛冲的，做对吗？但是佢个食起来口感就会好唔好强咯。你下醋啊，了去二三หั่的时候又刮刮样嘅。你用泡的变成泡泡，只冇个口感嘞。没有切到冲啦哈，板挑。唔是啦，切成磨嚟啦。板挑系爆到冇背啊？系啊，爆到冇背啊。佢板挑系爆到冇背。你知道我食量很大，今天带整份的哈。有啦，我去做爱老手工去。好，我们等下回来好，等下回来应该爆到一半，然后加油。两片我们展现记录的手工艺咧，那个落去底吼，本台甲看一下，教一下台甲，
这种日式的牛板来爆，这个就先正常给它铺上去嘛，哈。打过来嘞。哦。点过来。哦，叫老三有香多诺杯来啊！变到毛杯啊！很厉害耶！那这样粘得起来吗？所以佢听要切冻泡啦，冻泡应该是粘得起来啦，佢听无可能就会炙烧样嘅。所以你阿头面系冻烤盐豆贡啦。系。你看，你不做客家的料理，你没做四川料理，你要喊做日本的料理，你让其他厨师吃什么饭呢？哇，要开始来爆了！榴莲还没电到过来嘞。伊俩冇时间炒面。哦，要压一下哈。哦。我觉得光用看的就很清爽，留一点点海苔头出来。我来试了。赖点保鲜膜，赖点汤啊。哦。哇！因为肉都抢在上片啊。师傅可以帮我实况转播一下吗？该牛先到盆啊，腌到该海苔，然后伊面去煸过来，到料爆到冻往地位倒去啦。啊，怎么个敲一敲？会不会好扎实对吧？哦。先切长炙烧的，先炙烧长切。先切。先切。先切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哈，等下回来刚好炙烧了。好，加油！哦，虽然两片圈系坚持落的东西，不过完全冇强用呢。两组全部都厉害耶！哇，牛腩这就展现嘅豆贡呢。我们这一集主题是卷饼吗？对，卷饼烙豆贡。跟海苔饼都地位都冻好款呢。他会找个另外讲吗？冇。那个蒜酥嘞？那个不是蒜，那个是肉松，素肉松。都对嘞。哇，很赞的哦。哇！有客家嘅年酥，有半条的呀。古手完用的话，大家就存到摆盘喽，错吗？刚才差不多哎。好，我们再过去看一下，等下就要倒数了哈。哦，原来安用啦！哇，好漂亮哦！难怪记得还会先看呀，他故意要留一点点做那种层次感，咩日地一片。等下当狗狗会炙烧黑吗？这个小刀子是做什么的？这个就是切一些小的东西比较好用。哦，像我的手指头这样。剁掉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你还就会记讲哎，因为嘴嘛要点缀一下，跟尬天老师做的尬。来，要听声音哦。哦，丢起来了！哦，这是师傅料理耶。因为应该冇想到他做的炙烧嘞，因为你的冻酒的东西，所以很香。买对了，刚刚你会发现你时间差不多来倒数哎。希望你投资成功哦！加油！烟草马上来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吃看下最杯面一关，用腩肉编出来料理，来煮较赞的嘞。哇！没想到两组真劲呐，编的还较有创意。腩肉做的编发出看两组都是这个那么厉害的卷类的料理哈。叫他对风吹，叫他来吃看呐。米头口感，所有的都係用板正當包用啊呢。因為夾板條嘅本身係冇埋梅絲，我下 Q 彈嘅腩肉吼，用梅凍沖制啊，它的口感也很扎實。懂真的。哎呀，配合起來好好吃哦。係落嘅薑嘛，溜啊，提下米頭啊呢，你很厲害哦。然後是，你說你是不是被里長耽誤的廚師啊？懂厲害耶！等後生讚。咁講喺想講用喺面拍板哦，板條咪凍聰明啦哦，這個想法也蠻厲害的。也很有創意。該下是係板條煎起來哦，你下完全日料係腩肉，炙燒腩肉來食看哦。炙燒過嘅腩肉很好用誒。有炙燒過真嘅米條冇中央。好香哦！而且裡面而且有凍泡，會讓人家覺得就像嗰種沙西米咁樣。即係嘅腩肉吼，用喺燒嘅凍起來，係香。大家都冇講到嘅重點出嚟講，因為基本嘅主題係腩肉，所以見到凍把鴨嘅腩肉嘅體色，即係基本單係叫油粉嘅，所以炙燒過後嘅油粉啊喺香味下出來。
而且报道外背哦，就是视觉上主题也很明显。人家就是香米，人家特别是 Q 感，整个个有 Q 味有动沾的。好了，马上等下就来评分了哈，先请你啊，准备师傅抢分数。妈妈，挑戏一下，找个来看一下啊，举师傅抢分数。哇，享受呢！啊，准备师傅抢公平。其实用了的挑海尖啊，本来我叫为摸梅头。 但是配咧吼，当到的芡实啊，最主要叫加来姜妈。姜妈是遐伊配落咧辣椒，会个香梅来伊带出来。了头可能好，落起来好泡啊，伊个香梅辣落的梅都是变好烧。你做全部剩至少浓浓的爆豆底味度，加是个腊肉的个层次口感就会很好香。 咱意思係講外部嘅，地背都全有係嘛？對，樣意思咧口感是很好多，梅頭會好多樣嘅。那阿舉師傅，你有冇建議嗎？哦，我要分南推呢，我是到一開始我就有試到個冷油嘅梅頭，還有個炙燒嘅香梅。啊，炙燒嘅梅頭呢，撈個柴魚片非常的搭，用燒起來當香當好食。啊，不過就一點係較大餸係見個底度個醬啊較少啊，食到就較味道就較淡，一絲絲的樣。啊，鳳腿兩片呢，香梅個姜麻個味道就壓過個冷油個味道較大餸嘅。外皮啊，用個半條，都得用個鐵條粉啊，本嚟鹽個底度啊，用個味道會較香啊。好，睇起間呢，留起家嘅優點保留下來，個老師傅建議呢，個老年起家料理，個老給提升起來。今日比賽就都有大畢業，馬上就要頒獎咯！耶！今日比賽呢，哇，真係很讚的哦，而你就最有實力，兩組都帶出很讚的料理，先來恭喜兩組都會打頭名！恭喜！同最得到1000元的加彩金！恭喜！咱最後看一下，咪就得到2500票嘅加彩金！恭喜哦！哦，馬上想來談一下你的李總，水妹子啊，你要不要參加哦？真係很厲害，老太家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嘅心得？你要不要非常羡慕來參加你啊節目吼，有咁樣個吼帥哥美女主持人安強安將，是吼叫你熟識很多朋友。 哦，係非常羨慕大家，謝謝。羨慕。咦，還會講哦，用蘭子，你們老太下講一下好嗎？今日羨慕大家，本來都有呢個機會來參加呢個節目，羨慕感謝。恭喜！大家都問一下吼，咱是個阿哥吼，尊嚴阿哥啊，去參加啲咩感想啊？東方喜啊，東方喜啦。韓白漢有機會哦，讓我們再有口福。 好，好不好？冇問題啦。訓練哈，今日動排泄啦，我好像很害羞，私底下明明就很嗨。我要大家講一下，今半夜參加的感想。也係很難得的經驗啦，第一次很緊張。啊，天二白漢我是緊張嗎？唔啲，就在試下。好，冇聲喲。結束之前我半夜閒一下，講哥哥的10大優點和給自己掌聲鼓勵。來，你選哪一個？哇，今日個感情暗好長，都暗用互相啊打鬧啦，哈。真嘅，今日比賽真係冇咁簡單呢。看頭前不管係用濫用啊，非常還講拿出這個本的，你看也有媽媽煮的，對呀，好上癮呢，韓國做得到大頭名，做得講哦，兩組都有10分有10啲咯。係啊，無論係乜個顏色哈，使我應該懂好煮菜。 懂會煮菜，懂喜歡煮菜，請歡迎大家共下來報名參加哦！依家之主等等你共下來到鬧熱分享也不開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